成長，更帶俾人類無限風光。名山大川，世外桃源，世界最美好、最靈性嘅一面。只要用心探索，每一格畫面都值得人類自豪，感到幸福。吉林省西接內蒙草原，北鄰黑龍江，南靠遼寧。自古以嚟就以中國大東北第一神山長白山舉世聞名。人生不上長白山，實為一大憾事。喺神山面前，就連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都對佢無比讚嘆。巍峨聳立嘅長白山16峰，深水神秘嘅天池，銀鏈飛瀉嘅長白瀑布，蒼茫浩瀚嘅森林直披，都令變化萬千嘅長白山倍添神奇。今集我哋嘅旅程將會由延吉出發，一路南下，目的地就係中國6大名山之一，又有關東第一山之稱嘅長白山。5個鐘頭飛機，足之嚟到吉林省嘅延吉啦吓。嚟到呢度第一個感覺咧，就好似韓國咁啊，因為你睇到啲招牌啊同埋路牌咧，都有韓文同埋中文對照噶。只因為咧呢度係延邊朝鮮自治州，咁所以為咗尊重佢哋咧，你會見到啲韓文喺上面，中文喺下邊噶。咁點解我揀嚟呢一度咧？因為呢一度咧就離我哋嘅目的地最近，所以今次由呢度出發。離開延吉，我哋向住吉林省嘅東南部進發，行咗大約3個鐘頭，我哋嚟到一個以伐木為主，叫做二道白河嘅小鎮。呢一條河同長白山嘅關係原來係相當密切。呢條咧叫二道白河，咁聽我哋講咧，呢度離開長白山咧就有60公里度。咁你唔好睇呢條河咧，咁個河仔細細啊，睇落唔係好壯觀。但係咧大有來頭啊！聽講啲水咧個源頭咧係嚟自長白山個天池，咁一路流向呢度，向北咁樣流穿過呢個黑龍江，再入到俄羅斯咧，就會變成咗松花江。所以向住呢邊一路咁行上去咧，應該好快會見到長白山。沿住二道白河嘅上游一直上，我哋好快就會見到長白山北坡嘅第一個景點美人叢林。嗱，如果我哋上黃山咧，第一個出嚟迎接我哋嗰啲叫迎客松；如果上長白山咧，就會變成呢一棵美人松啦。我都生得唔細粒嘅，但係企喺美人隔籬咧，覺得自己好渺小，簡直覺得係高不可攀嘅真係。只喺樹幹高處生長枝葉嘅美人松，有如着上裙擺一樣嘅高挑美女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。秀色西施道，高潔傲蒼穹。只生長喺長白山腳嘅美人叢林，面積112公頃，最高嘅美人松有成32米，年齡最大嘅更有400幾歲。喺美人叢林裏邊漫步，有一份難以言喻嘅清爽合熱，內心亦都變得好安逸。行咗大約30分鐘，我哋又進入咗白茫茫嘅白華林。長白山遍佈咗好多呢一啲單一嘅樹林區。大自然真係好奇妙。穿過白華林，我哋期待已久嘅長白山終於出現喺我哋眼前啦！哦，喺度啊，長白山啊，記得真係好壯觀啊！5月啊，而家仲係咁宏偉咁壯觀，好再攞定架撐，好凍嘅，仲有好多雪，快啲！長白山高海拔2691米，古稱北咸山。由於山頂幾乎終年積雪，所以又有長白山呢個稱號。
據記載，呢度係滿清女真族人嘅發祥地，佢哋同朝鮮族人一樣，將呢一度視為神山。位於長白山之巔嘅天池，被認為係最接近蒼天嘅地方。我真係好希望可以一窺佢嘅綠山真面目。我哋沿住長白山北坡慢慢向上行，山路雖然有啲崎嶇，咁但係一路上有溪水同埋林木相伴，步伐好似好輕鬆。嚟到海拔接近1800米嘅山脊，走入樹林入面，我哋發現一個小型嘅天池。而家行到嚟呢個位咧，已經係海拔1780米高噶啦，係長白山嘅北面。由呢一度咧，再上到去山頂嘅天池咧，大概仲要行多5公里度，咁啊應該行到天黑都未行到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暫時帶大家喺中途呢個小天池嗰度頂一頂癮，止止渴先。咁當然會冇得比啦，咁但係都好靚噶，大家睇下。小天池圓周260米，水深10幾米，儲水量5380立方米。由於佢呈圓形，水平如鏡，喺冬天有如一片銀白光環，所以又有銀環湖嘅稱號。能夠喺小天池旁邊休息下，真係人生一大快事。望住平靜嘅池水，心境都變得好開闊。喺呢度，世間嘅名利其實都只不過係過眼雲煙啫。好高興今次能夠攞到呢個獎啊！我呢度咧，多謝我父母，多謝我屋企人支持，多謝。你攞到呢個獎，諗住同邊個分享？我諗住要快啲分享，如果唔係好快用。邊個都好，嚟同你分享嚟。喺小天池嘅附近呢，我哋發現咗一個石像，佢就係咧中國有名嘅藥王孫思邈。咁咧，相傳咧呢個唐朝嘅名醫啊，為咗靈丹妙藥咧，就雲遊四海。咁啊，後來咧仲隱居咗喺長白山呢一度。咁喺小天池附近咧，仲俾佢發現咗咧長白山嘅野山人參。咁啊，繼而咧就發揚光大。咁後人為咗紀念呢位藥王咧，咁就喺度建咗一個藥王谷嚟紀念佢嘅。離開咗小天池，繼續沿住河溪前進，大約行20分鐘，我哋發覺呢一度嘅空氣好似有啲唔尋常，好似彌漫住一陣陣硫磺嘅氣味。頭先一路行上山都係好凍嘅，嚟到呢個位咧就好熱，同埋仲有好大陣硫磺味。我諗應該到咗呢個聚龍泉啦。根據地質學家嘅研究，長白山係一座休眠嘅火山。從16世紀以嚟，長白山已經試過3次爆發。喺佢嘅地底入面，仍然擁有大量高熱嘅熔岩流，令到長白山北坡嘅地下水被加熱，從而出現30幾個溫泉眼。導演叫我落去試下呢啲水，睇下咩溫度啊！你想點啊？呢啲蛋咧就係擺咗落去2分鐘撈翻上嚟嘅。你過嚟試下，喂，走去邊啫？過嚟試下蛋啊！翻嚟啊！傻仔嘅。呢度嘅溫泉水溫度高達攝氏82度，所以不論冬夏，呢度長年熱氣蒸騰，霧氣繚繞，猶如潛龍聚居，聚龍泉因而得名。好，俾條題目考下你哋先啦。喺我身邊嘅2條流水咧，一條就喺瀑布流出嚟嘅冰水，一條咧就喺個溫泉流出嚟嘅硫磺水。咁究竟左邊係溫泉水啊，因為右邊係溫泉水啊？知道答案嘅朋友咧，唔使寄信嚟廣播道81號亞洲電視嘅，即刻試係咪試啊？哎呀，你估邊邊啊？呢邊硫磺水，呢邊係硫磺水喎，真係估唔出啊！呢邊係冰凍嘅河水。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呢度嘅土地之所以出現紅、橙、黃、綠等顏色，係因為長期有礦物質沉澱所致。要分別河水嘅冷暖，除咗用手摸之外，最好係留意下當中有冇植物。一般長白山嘅河水因為太凍，所以根本冇植物可以喺入邊生長。反而喺高達攝氏82度嘅溫泉水裏邊，生長住好多稀有嘅蕨類植物，
溫泉平宜小草。行咗成日，係時候要揾間旅館落腳休息下啦。浸喺溫泉水裏邊，享受長白山獨有嘅氣息。嚟到呢度，今日嘅旅程終於可以告一段落。下一節，我哋無懼狂風積雪，終於登上長白山頂峰，見到天池嘅壯麗景觀。哇！呢隻天池啊，好靚啊！